弟兄姊妹，歡迎收聽2026年6月19日嘅靈修默想。今日嘅主題係挪亞的失誤與後果。喺開始聽今日嘅靈修內容之前，讓我哋先揾一個安靜嘅空間，跟住讓我哋慢慢嘅深呼吸，呼求聖靈與我哋同在，預備我哋嘅心，一齊去親近神。經文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出自創世記9章18至29節和修版。挪亞的兒子，從方舟出來的有閃、含和雅弗。含是迦南的父親。這是挪亞的3個兒子，他們的後裔散布全地。挪亞是農夫，是他開始栽葡萄園的。他喝了一些酒就醉了，在他的帳棚裏赤着身子。迦南的父親含看見他父親赤身，就到外面告訴他的2個兄弟。於是閃和雅弗拿了外衣搭在2人肩上，倒退着進去遮蓋父親的赤身。他們背着臉，看不見父親的赤身。挪亞酒醒以後，知道小兒子向他所做的事，就說：迦南當受詛咒，必給他弟兄作奴僕的奴僕。又說：耶和華閃的上帝是應當稱頌的，願迦南作閃的奴僕，願上帝使雅弗擴張，願他住在閃的帳棚裏，願迦南作他的奴僕。洪水以後，挪亞又活了350年。挪亞共活了950年，就死了。觀畫，弟兄姊妹，今日讓我哋觀賞16世紀意大利畫家 Giovanni Bellini 所畫嘅《醉倒的挪亞》（Drunkenness of Noah）。喺開始導航默想之前，讓我哋先靜靜咁觀賞呢幅畫作。唔知道你能唔能夠透過剛才嘅經文，認出其中嘅角色呢？除咗留意畫作嘅背景、人物嘅形態，又特別留意佢哋嘅眼神同埋動作，彼此之間有咩分別呢？唔知道呢幅畫邊一個細節最觸動你呢？唔知道天父通過呢幅畫想同你講啲乜嘢呢？喺呢幅醉倒的挪亞裏面，我哋睇見喺一片矮小嘅葡萄園裏面，年老嘅挪亞一絲不掛，姿勢就好似一個模特兒咁，托住腮，舉住手，側臥喺地面上。
地面上空空如也嘅碗，以及一串豐厚嘅葡萄，說明咗挪亞當刻醉倒啦，所以佢完全不省人事。不過面對醉倒嘅挪亞，3個兒子們卻有2種截然不同嘅反應。唔難睇出，圖中左邊嘅係閃，中間嘅係含，而最右邊嘅就係雅弗。閃同埋雅弗好恭敬咁樣，小心翼翼咁樣，用一塊紅色嘅布遮喺挪亞嘅身體上。特別留意佢哋嘅眼神啦，佢哋係刻意迴避，就係為咗唔好睇到父親嘅赤身露體，以免羞辱佢哋嘅父親。但相反呢，含嘅行動卻截然不同，佢彷彿喺度用手推開佢嘅兄弟，眼神毫不忌諱咁凝視喺父親嘅赤身露體，而且臉上露出譏笑嘅表情。可以睇到含對父親毫無尊重，呢番僭越嘅行徑令佢哋之間嘅關係受到破壞同埋傷害。或者我哋未必明白含所犯何事呢？點解佢會招嚟佢嘅兒子被咒詛呢？釋經學者普遍亦都有唔同嘅理解，有人認為係偷窺，亦都有人提出係亂倫，但無論係邊一個可能性都好，含嘅行徑足以說明神同人之間、人同人之間彼此都係有界線嘅。如果人肆意被情慾主導自己，僭越呢啲關係上嘅界線，最終只會造成關係嘅破壞同埋混亂，甚至引嚟長遠嘅紛爭。思想祈禱，基督信仰對人喺婚姻、家庭、友誼、工作等等嘅層面上面，其實又提出咗啲乜嘢界線呢？喺呢啲界線裏面，又有邊啲係社會普遍認同嘅，但又有邊啲係嗰啲不信嘅人嗤之以鼻嘅呢？今日我對呢啲界線又存有啲乜嘢態度？有邊啲地方我需要神嘅恩典幫助我，以致我有心力活出神眼中看為正嘅生命呢？讓我哋喺祈禱裏面向神訴說。最後讓我哋有個結束嘅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我哋曾經都對你所定嘅律法、典章、誡命嗤之以鼻，無視呢啲僭越嘅行為，原來會對神同人、人同人之間彼此嘅關係造成無比嘅破壞。
懇求你幫助我哋喺呢個歪曲悖謬嘅世代，堅信你所定嘅界線先係對我哋最好。請保護我哋唔會落入惡者嘅手中，以致我哋能夠作你無瑕疵嘅兒女，並因着信靠你得以享受圓滿嘅愛嘅關係。感謝你，奉主耶穌名求，阿門。今日嘅靈修默想就嚟到呢度，願主耶穌親自賜福俾大家。